2021年，尖新德县呢有一只叫尖椒的比特犬，伊咬死人。落尾这只比特犬放送去动物保护防疫所收容。农业部伫咧过当年也规定讲禁止饲比特犬，也规定本地厝内面有饲比特犬的民众，才会当代用尖椒。所造成尖椒这只狗拢放关伫咧笼仔内面呢，到单已经是1000多天咯。进前有志工想要甲伊牵出来散步，毋过动保所感觉讲有危险，就甲禁止。一只尖椒要何去何从，也引起大家关注。来到动保所专门关恶犬的所在，会当看到人啊有特别加装铁网啊，因为动保所惊照顾的志工发生危险，这只捌咬死人的比特犬，名叫尖椒，互人关入去人啊到单已经超过1000天，拢毋捌出来过。看到会觉得很可怜。就是想说，这么大只的狗，然后它不能在外面散步，或是出去跑一跑，疏解压力。是觉得它很可怜。牵它的人力气再怎么大，还有可能会被就是狗带着跑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牵出来到路上的话，可能不太安全。但是有看过那个笼子，确实是比较小了一点。动保所解说，过去要安排人员来训练尖椒，不过效果无讲介好。逐摆志工想要替尖椒挂安全喙掩，若挂袂成，佮常常发生危险。在安全考量下，高不理中只好暂时不放伊出来外口散步。这段收容期间也有尝试找训犬师来对这个比特犬来予以来训练但是我们经过多次的尝试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口罩戴上去所以为了保障我们相关人员的这个安全所以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开放遛狗比特犬出入公共场所呢，都必须全程佩戴口罩，然后降低戴口罩的这个敏感的动作之下，然后需要比较长一段的时间，然后磨合，然后之后呢，它才能够安全的走出这个收容所。动保所所长讲，未来除了会搁再找专业人员来协助训练尖椒，来针对狗仔的空间进行改善，让尖椒会当有更较舒适的生活环境。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